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11月1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6篇，撒母耳上卷第2章18节到21节，歌罗西书第2章6节到15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是用基督做中心。伫追求信仰顶悬，现代人拄着上严重、上麻烦的问题，就是自我中心。即种伫眼目拢干那看见家己，佮追求家己的即种利益的情形，会通讲是无将人放伫目睭中。佮较是目中无上帝啦吼。咱看见圣经出卖耶稣的犹大，伊就是一个真典型的例。伊的眼中只有家己旨意的职务，甲伊的金钱，因此伫伊眼中看袂到基督，并且伊就出卖耶稣基督。去做趁钱财的即个手段。过去咱看到真济台湾的即种公共建筑，伫完工了后，总是会看到一个牌匾，顶悬加上某某人摕即种的名，这表示讲当政者的功劳。即种的做法基本上是将公共建设的焦点甲伊用了无好势啊！公共建设的目的是受选来当政的人，因为执行所被附上的工作职务来完成对伫市民、对伫国民有利益的建筑。迄个目的是要来展现讲，即个人是忠心伫所接受的交托，毋是将焦点放伫家己的身躯上，将这个功劳拢揽伫家己身上，徛命伫遐纪念家己。基督徒的使命也应该是安尼，毋是将功劳拢揽伫家己的身躯顶，所做的无应该是为着家己，乃是爱亲像圣经所讲的，用基督做中心来归荣耀伫上帝。好啦，圣经讲，无论做什么，拢亲像为着基督来做。咱知影撒母耳的老母，因为伊无法度生育，伊就去圣殿伫遐来祈求上帝的恩典。伊伫遐伤心、艰苦心。伫遐低头祈祷，甚至去互人认为讲伊就是酒醉的人。了后真无容易，上帝赏赐伊一个囝撒母耳，但是伊无将眼目看到家己，看到这个囡仔，伊将眼目放伫上帝，伊用上帝做伊的中心。伫撒母耳上卷第1章22节的经文，安尼甲咱讲：等囡仔长年了后，我就要带伊去朝见耶和华上帝，互伊永远伫遐来服侍。这是汉娜对伊的丈夫所讲的话，也亲像迄个亚伯拉罕共款。因拢真无容易来得到一个囝，但是因无将眼目放伫所得到的囝的身上，因无安尼定条条，甲上帝祝福当作家己的财宝定条条。因的使命用上帝做中心，愿意将真无简单得到的囡仔献互上帝。其实这就是咱基督徒最需要学习的态度。用基督做中心，用上帝做生命的焦点。咱昨有提到着放手的功课，咱需要学习的是将一切的恩福
就是拢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，也拢属伫上帝。咱每一工所得的恩典，所领受每一份的祝福，拢是上帝加添予咱的恩福。除了爱抱一个感恩的心以外，也爱知影爱将所得的来献上归回伫上帝。因为上帝要予咱搁较大啥物恩典，咱毋知，但是只有诚心实意来献上，才是基督徒的使命。保罗伫予哥罗西教会基督徒的看勉的中间，有讲到几项真重要的概念。伊讲，既然恁接受基督耶稣做主，恁的行为就必须爱用伊做中心，伫伊的内面扎根，伫伊的内面成长，伫遐来建立信心。恁就安尼受教，恁就爱充满着感谢的心。这是伫哥罗西书第2章第6节到第7节的经文所解释的。因为保罗也搁另外继续来提醒这的基督徒，伊讲恁着爱谨慎，毋通去互遐的虚假的哲学来迷去。即种学说是人所传授的，是根据宇宙中所谓的星宿的灵，毋是根据基督。所以保罗才会讲，恁着爱掠基督做主，爱掠伊来做中心。保罗搁进一步来说明，因为上帝完整的神性，具体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恁甲基督结连，就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。上帝是一切的元首，伊超越一切灵界的执政的甲掌权的。恁已经伫基督的生命内底接受割礼，这个割礼毋是人所做的，乃是伊予恁来摆脱这个肉身的罪性的割礼，是要予咱得到自由的。因为恁所受洗的时阵，就是甲耶稣基督同埋葬，同时也借着迄个信，互伊会搁活，来得到迄个搁活的上帝的作为，所以咱会通甲伊同搁活。接着咱要用诗篇16篇做伙来研读，然后来祈祷。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因为我靠你。我的神啊，你捌对耶和华讲，你是我的主，你以外我无福气。论到地上圣的百姓，因是极其好，是我深深欢喜的。用别的神替换耶和华的，因的忧苦免那加添。因献殿血的祭，我无要献。我的嘴唇也毋提起因的名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甲我杯中的分业。我所用得的，你甲我固守，所让予我的地，是伫真水的所在。我的产业实在真好，我要学了迄个教示我的耶和华。眠是我的心肠，也指点我。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，因为伊伫我的正边，我就无摇拽。因为安尼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神快乐，
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徛起，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下伫阴间，也无互你的圣言拄着朽烂。你要将活命的路指示我，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，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。但愿上帝帮助咱，会通将咱的眼目专注伫你，互咱袂会阁自私，无用自我做中心，也无掠家己做牛。愿你放手献予上帝，互人得到福气。求主帮助咱，阿们。